喂，又翻嚟啦，CD 仔。Hello，喂，聽聞你咧以前係食素嘅喎，係啊，不過好耐之前係咪啊？讀書嗰陣時，同唔食有咩分別咧？食素易肚餓啲咯。兒童嗰啲嗱，其實我咧都同你諗法一樣嘅，因為我做 gym 㗎啦。其實我食素咧，我覺得咧係唔夠力嘅，同埋咧啲肌肉唔大啊，其實係唔會食肉咁大咯，係啊，同埋我唔覺得食素會健康啲咯。係啊，但係我都聽好多話食素係有好多營養喺入邊嘅。係啊，但係如果食素咁健康的話咧，咁我哋近期嗰、個聽聞方大同啦，同埋啲大 S 咧都係食素嘅喎。點解咁早逝咁唔好彩咧？會唔會有關啊？未必嘅。我哋又要請翻阿桑大人出嚟解救一下啦，桑大人。喂，hello，你好，大家好啊，係啊。其實咧，先講咧。食素唔好講得咁差先，佢有佢嘅好處嘅。嗱，但坦白講，你問任何營養師，佢都會咁答你㗎啦。我哋係唔係太建議人食全素嘅？如果你真係要食素的話咧，你最少都真係要加翻啲蛋，至少加翻啲蛋會好啲。咁我哋亦都見過有啲個案咧，其實有啲人個身體嘅體質係唔適宜食素。咁因為唔係宗教關係，佢可能認為食素健康啲，或者係食素平啲，其實唔係啊！香港食材好貴，我聽佢哋講都係嘅。OK， 咁後尾我哋同佢做個檢測啦，同佢做個開個啲餐單俾佢嘗試啦。咁身體都真係有唔同程度咁樣好翻上嚟。咁頭先我聽你哋講啦，關於方大同啊，或者甚至乎大 S 啊，咁佢哋係咪食素同佢哋嗰個容易啲過世有關咧？我又覺得唔可以咁樣去定斷嘅。咁我先講，如果你連雞蛋都唔食，真係食純素嘅話咧，嗱，首先有幾個營養素係非常之重要。第一就係蛋白質啦。嗱，植物有蛋白質嘅，不過上次都有講過，蛋白質有分動物性嘅蛋白質同埋植物性嘅蛋白質。而動物性嘅蛋白質，我哋通常都叫佢做優質蛋白質嘅，因為佢有齊晒人體最重要一啲嘅營養素，叫做氨基酸。咁人體需要20至到22種嘅氨基酸，咁入邊有9種叫做必需氨基酸，就必須從食物先至吸收得到。咁而大部分嘅動物啦、奶類啊、同埋係啦、海鮮啊依類型咧，都會有齊晒呢啲氨基酸，咁可以俾到我哋。咁植物有冇蛋白質咧？有嘅，咁但係咧佢哋就有機會咧係冇咗部分嘅必需氨基酸，而導致到佢冇咁完整性啦。咁尤其是喺入邊啦，有一啲例如賴氨酸為例啦，或者有啲嘅氨基酸啦，其實同我哋嘅免疫力好有關係，同我哋免疫力好有關係。咁所以變咗，如果你真係食純素嘅話，你有機會未必攞到蛋白質幫到你嗰個免疫力嗰邊嘅方向，有機會嘅。第二部分咧，通常食素嘅朋友咧會缺維他命 B12，通常都缺㗎啦。其實植物係基本上冇，少有地嘅有某一啲嘅植物咧，例如有一啲海底嘅海藻咧，都有少少 B12。但係由於佢係植物性關係咧，佢未必係人體咁容易吸收得到嘅。我上次都有同大家講過，例如維他命 D， 動物嘅維他命 D， 太陽嘅維他命 D， 植物嘅維他命 D。但係咧，人體需要嘅係維他命 D3。太陽就係 D3，動物入邊就係 D3， 植物係 D2，咁所以就算身體個應用效果咧係未必有咁好，咁 B12 都係一樣，就算植物所謂有，佢個 B12 嘅應用率都冇咁高嘅。第三，維他命 D 啦，頭先有講過啦，因為動物係已經本身都唔算多，同埋就算係 D3 都好，植物嗰啲係 D2 添。咁如果佢冇乜食動物，佢啲維他命 D 又唔夠啦。仲有記住，其實搽咗太陽油咧係有影響你吸收維他命 D 嘅。要直接吸收，係會好直接晒嘅。有機會可以同大家講多少少維他命 D， 係呢幾年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嚟嘅。咁另外仲有最尾仲有一個叫做咧鹼檢，係咪鹼檢咧？有英文咧 Choline CHOLINE， 咁呢啲都係一啲喺動物入邊咧，例如蛋黃啊、三文魚啊、肝類啊、
植物都有嘅，例如一啲叫做 kidney beans，我哋叫腎豆啦，或者嗰類型嘅食物啦，或者有一啲咧嗰個叫做有啲嘅植物包括咗係一啲嘅仲有雞胸啦，植物都有少少嘅。咁咧頭先我講啦，choline、維他命 D、B12咧有一樣重要嘅方向嘅，除咗同免疫力有關之外咧，同我哋嘅情緒支援好重要。你可以嘗試留意下一啲偏向食素嘅朋友咧，可能係望落去都係可能個情緒方面嘅波動會偏向易啲，因為都同頭先我哋所講嘅 B12啦、維他命 D 啦，同埋呢個鹼檢呢個物質有關，因為佢哋都係會令到我哋喺個情緒上啦，我哋嗰啲腦部有一啲嘅我哋叫做嘅neurotransmitter， 中文係叫做乜嘢咧？叫做嗰啲神經傳導體 ，sorry 係啦，神經傳導體嗰方面嘅係有關。咁有依方面嘅方向。咁當然另外啦，仲有最容易缺乏咧，食素嘅朋友容易啲會缺乏礦物質嘅，係啦，有鐵啦同埋鋅。而鐵同埋鋅本身同我哋嘅免疫力都好大關係，尤其是你問我哋功能性營養，我哋幫好多客人去改善佢個健康或者做一啲預防嘅時候咧，除咗飲食之外咧，我哋擺咗好多側重喺瞓覺嘅管理好重要。即係其實瞓得多咧就未必瞓得啱時間㗎喎，係嘛？呢個都真係有啲我哋中國人嘅智慧，例如乜嘢1點前最好去瞓，因為1點至3點嘅肝經，我都研究緊呢一樣嘢，即係喺我就身為中國人啦，即係除咗我哋西方外國嗰啲嘅養生之外咧，我都有研究緊嗰個關係喺邊。咁我有啲個案見到係真係有關嘅，係先唔好講由中醫嘅角度先，因為其實事實上已經啱啱喺2025年都出咗一個同免疫力有關嗰啲嘅文獻去講咧，當如果去我哋叫做咩咧？ Stay overnight， 我哋中文叫咩啊？叫做熬夜。熬夜係啦，熬夜係嘛？熬夜嘅話咧，係會令到身體有一啲嘅免疫細胞咧會過度激活。嗱，頭先我哋上次講過啦，免疫力我哋唔可以過度厲害嘅，佢係會令到身體某一啲嘅免疫細胞會過度激活，而咁樣反而令到身體咧會容易整體輕微發炎嘅狀況。咁呢啲都係會構成同我哋免疫力有關。係當然啦，頭先我哋話啦，嗱先講咗好似食素好多唔好嘅嘢，食素有好多好嘅嘢，正就係例如而家人類，我哋大部分嘅人，我哋嘅膳食纖維唔夠啦，我哋會建議每日都最少要食到30克嘅膳食纖維啦。咁膳食纖維同我哋嘅膽固醇啦，同我哋嘅腸胃健康好有關係啦。咁食素嗰方面會有啦。咁食素仲有好處就係保護地球啦，令到唔好咁多畜牧嗰個所謂嘅碳排放嗰方面啦。咁食素仲有好處就係有機會係因為食素，頭先聽大家去講啦，好似食得唔飽喎，你食多啲嘅時候，你有機會會接觸更多。其實而家好多現代人都唔夠嘅，我哋嗰啲我上次有講啦，七彩唔係七彩黑條姐姐，係七彩嘅蔬菜水果，因為大部分嘅抗氧化營養你都會係即係喺蔬菜入邊嗰度先至有。咁呢啲對於我哋身體減低發炎咧又有關嘅喎。OK， 咁所以其實食素真係其實亦都有佢嘅好處。第一，睇下你嘅生活習慣，而第二亦都係同自己本身有啲可能同遺傳嗰方面咧都係有關嘅喎，都會咧導致到你究竟食素帶嚟係健康啊定唔健康嘅，咁真係好個人嘅體質嘅。即係因人而異嘅。冇錯，反而如果你問我一個比較一般大眾嘅話，佢應該嗰個比例係點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 topic， 係可以睇下幾時同大家分享下。究竟我哋咁嗰個比例應該要點做啊？點樣能夠達到同養生啊、保健有關咧？可以再講講。咁我想問下咧，因為我阿媽咧都係食素嘅，咁係咪即係表示叫佢唔好食素咧？但係因為佢係宗教問題，佢係一定唔會食肉噶嘛。咁有冇啲咩可能營養啲補充劑可以幫到佢哋咧？事實上我哋都有啲客人咧有啲咁嘅狀況，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真係會同佢揾一啲營養補充品，尤其是 B12啦就用最多，你都聽好多人講係會食呢一樣嘢。嗱不過咧我覺得就真係要留意，我哋亦都見過有一啲個案
用營養補充品用得太犀利嘅，而導致到嗰個肝功能啦或者腎功能出現咗問題。咁我覺得都真係要用營養補充品之前，其實最好都可以問下一啲叫做專業嘅人士咧，會比較安全啲。係啊，咁今日我哋都好飽啦，吸收好多知識啦。咁如果大家聽眾咧想有咩疑難雜症都想問下桑達的話咧，就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聽咯。好啊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生活無限係一個健康同醫療嘅資訊頻道，分享唔同嘅心理健康同營養運動嘅秘訣，亦都會邀請唔同嘅專科醫生講解醫學知識。記得 follow、like 同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如果有啲咩想知嘅健康主題，不妨留言俾我哋啊！